台湾早期都是以国外的订单量身制作，所以它从来没有自我过嘛。那后期的发展是我们自己去挑战，想把我们文化元素或是我们生活的里面的一些吉祥的话题。一点一滴，玻璃创作走向美学的实践。黄安甫在20多年前就想到，作品要能生活化，吸引更多人，童话配饰就这么产生。这种形式大概都是绑包包的。以前富有人家大概都是带玉片，不管是包包，不管是身上佩戴的，或是腰片，然后现在也发展变成手机哈，这个就是文创商品的一个想法。用创意包装文化说故事，打动人的还是人、土地和感情。这个碗衣的部分就是代表客家人的一个精神，他的创作元素就是跟勤俭持家。还有跟他的儿女都有关系哈，代表亲情的凝聚。亲情的凝聚力也意外串起黄安甫和玻璃的缘分。年幼贫困的他，跟着考上司法官的哥哥到新竹，正好赶上新竹重点发展玻璃产业的年代。进工厂当学徒是为了温饱，但他也找到自己的潜力，半年就可以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套色玻璃作品，陆续获得工艺奖和台湾工艺之家的肯定。整个材质性的一个应用跟创作者的这种发想连结，就会碰撞出各种可能哈。尽做尽收，累积经验，对不对？减少失败，看不会遭败退。玻璃创作超过40年，如今志在传承。女儿投入设计创作，黄安甫则从校园扎根，创造一个契机，让新竹的玻璃文化可以延续下去。上课喽！尽做尽收，看不会遭败退。尽做尽收，看不会遭败退。谢谢宗仪老师。